谢谢我丈母娘，虽然我想问这个，对，他是有拿比较多啦，但是他把我的小孩笑屁呀、他把我的小孩照顾得很好，所以我觉得要感谢，因为如果没有他帮我顾好小孩，我光是小孩的问题我就没有办法专心拍戏。那个时候第一次入围，然后觉得很不可思议，然后就觉得很想得奖，因为我觉得如果那一次没有得奖，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入围了。所以这一次真的比较没有上次那么紧张，但是我发现刚才在颁的前一刻还是会紧张，还是会，但紧张度有比之前入围还要再减轻1半以上，所以反而是抱持着略微平常心，这个结果更惊喜。就有一点在做，因为我对手都太强了，对，然后就是有喜爸，然后蔡爸，然后他们都是非常资深前辈，然后真的没有想到。运气应该是我的运气比较好，因为论实力的话，我是赢不了他们。别这么说，其实我觉得说对手很强之外，有时候要有人说最大的敌人是自己，我觉得你应该感受很深，要跟过去的自己或已经有那个成就的自己要重新突破，其实很不容易啊。这句话真的还蛮贴切的，因为尤其是演员，其实他是很孤独的，他要一直的跟自己讲话，跟探讨自己的生命，然后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忙。然后包括到现在，其实我也还在学，那希望我未来可以，不会被金钟魔咒，还有可以继续找我演戏，对，我会继续努力。那有没有什么话特别要跟太太啊，或者是他们说的？我如果没有我的老婆帮我把家里面照顾好，我没有这么多的体力跟精神，然后面对我的工作，所以其实。我今天的荣耀都要感谢我的太太，还有我的小孩，然后他们很乖，然后我老婆把家里面照顾得非常好。然后刚才其实我本来想说漏掉，但是我又补了一下，就是谢谢我丈母娘，虽然我想问这个，对，他是有拿比较多啦，但是他把我的小孩笑屁呀、他把我的小孩照顾得很好，所以我觉得要感谢，因为如果没有他帮我顾好小孩。我光是小孩的问题，我就没有办法专心拍戏，因为小孩真的需要长辈长时间的耐心，然后去跟他们相处，然后跟他们就是照顾他们，不可以就只是生了就不理他们这样。对，恭喜腾辉喽！希望有一天南港刘德华不是你的封号，是可以真的像刘德华一样有这么好的成就。